这个交通部推出的39亿安心旅游的补助5方案，6月15开放予饭店的业者来报名，18号开始，民众就会当来查询有参加补助的饭店的名单。若是自由行，逐房是补助1000块。虽然7月初1才开始来实施这个补助的方案，也不过7月进前订房间嘛会使使用补助。 请问现在有安心旅游补助吗？不好意思，目前的话，安心旅游补助还没有开始，预计的话是7月1号开始。真正挡袂掉啊，就是想要出门行行咧。不过安心旅游补助方案，即马还未实施，有真侪人伫问。在6月18号开放之后，民众可以上传自己身份证明文件的一个系统。 观光局证实讲，安心旅游的补助将比较旧年秋冬国旅的补助，甲今年春游的补助无同。为15下晡开始，先接受旅宿业者报名登记，18下晡民众就使上网络查询。7月后起，大有参加业者会使补助每人每房1000块的优待，不过民众也有这个疑问。 如果说民众现在在6月就想要订房的话，那第一件事还是要确认，到时候这个旅宿业者有没有参与我们这个安心自由行的一个住宿优惠方案。只要在入住的时候带身份证来，我们核对之后有确定有这个安心补助的计划，那我们就是在每房补助1000元之外呢，我们会再加码送1000元的餐饮抵用金。也就是讲，若惊抢无房间，都要先订，等7月份才去住，安尼就会使用。 是讲，为6月份开始，国内游览已经明显的回温，这个休热时订房率是愈来愈悬。若是要有一逝完美的假期，上好是量早安排。